呢個海景係咪好靚呢？想唔想知道喺邊度？我哋即刻揭曉，就位於青山公路汀九段200號嘅金麗苑。金麗苑係傳統豪宅，5分鐘車程就出到去荃灣。今次嘅單位罕有放盤，我哋即刻去睇下。單位實用面積1015尺，係3房1套房嘅間隔。我哋先參觀廚房，廚櫃分開兩邊，方便走動，可以直出後門，空間充足，可以直情住多2個人，仲有套廁添。我哋出返去客廳同飯廳，客廳仲直出露台，可以欣賞埋個海景。好，我哋而家入房間參觀。每個房間嘅實用面積都好足，放到雙人床，非常之寬敞同埋舒適。最後我哋入埋主人套房。而家單位係連車位放售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預約我哋參觀。最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！